城金华城的弊案，疑似伫中牵线的台北市议员尹小薇，甲威经集团的主席沈庆京，昨暝互申请收押禁见了后，即摆阁有网友质疑，因两个人的关系无单纯，讲早伫9年前就有人压料，讲尹小薇甲沈庆京做伙坐飞机去澳门，这个往事互晓出来，嘛阁引发着外界热烈的讨论。 2015年，一班前往澳门的飞行机，台北市议员尹小薇轰抓着和威经集团的主席沈庆京坐做伙，敢讲是做伙去澳门佚佗。事后，两个人解释讲，只是大河斗着，严格现主时，警方将案件继续探烧。沈庆京、尹小薇互认定讲涉嫌贪污罪嫌重大，互声押禁见。 关系嘛，互质疑讲无单纯。当然过去台北市议会尹小薇过来辩质询的时阵，替金华城讲话，嘛互顶出来讲。台北市政府要写下一个行政处分，然后如果有不同意的，就变成你要来告行政诉讼来推翻了。市长好。 到底要不要往这个方向走呢？我建议我今天请法务局长在后面列席，我也希望你们最后能够跟法务局这样子请益，到底怎么样子能够做到双赢？为法律面之期，所以互放宽金华城的用职率，跟他质询都真人声。如果你对于很多问题它是烫手山芋，10多年来你最后的结论都是说交由法律解决，那我觉得这也不是一个很好的方式。后来又个组织辩论会，议会当初张小平讲，沈庆京是尹小薇的金主，当时嘛是结拜阿兄，两个人交情大巴。 尤其背景冇关联，尹小薇是恩福兴系统出身，沈庆京是国民党的中常委。他就是结拜哥哥嘛，那个沈庆京对尹小薇就是金主。其实本来阿伯啊，柯文哲跟沈家也没那么熟，就是尹小薇穿针引线。尹小薇为家前专做议员，曾经伫2023年报备参选立委。 立委的路才行一半年，这边说因为金华城案件，和沈庆京做伙互检调查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